举办迈入第8档的府城成功灯会，今年总共规划7大灯区，分别是由成功大厦、成功国小、第一幼儿园、中安国小、乐兰州失智症协会、台南市书法协会、台南市乐墨书法协会等单位协力创造花灯。1月18日开始，将照亮中义路郑成功祖庙周边的道路。郑成功祖庙今年已经连续第8年举行府城成功灯会。我们郑成功祖庙最主要的灯会是结合书法家来写这些，而且现场挥毫写这些灯会。那目前呢，我们的今年的灯分成7大灯区呢，有成功大学灯区，还有成功小学灯区，还有长安国小灯区，还有第一幼儿园灯区，然后呢还有乐兰州狮智协会灯区，还有台南市司法协会灯区，以及乐墨协会灯区，总共7大灯区。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春节的期间到我们郑成功祖庙来这里走春拜拜。郑成功祖庙今年的灯会也特别结合了中西区公所、商局第7大队共同举办，做伙推广台南行春的特色。感谢咱郑成功祖庙咱看到8天来办这个灯会啦咱在伫这个西区这边到府去店的灯会说明啦咱郑成功灯会郑成功祖庙灯会嘛办4年啦今年则特别讲咱这个这个消防底下某这个结合啦让周边来办起来是非常有意义而且让整个农历年我们一直传统的一个节庆能够更有味道。那我想今天看到整个大殿也好，我们外围的庭院也好，还有我一直会延续到中正分队，我想这盛况可期。2022年府城成功灯会活动日期自1月18日开始，一直等到2月28日为止。伫1月31到2月15日，有成功祈福灯，予民众点灯求平安。2月1号到6號，各有過7000路兩成功橋的活動，予大家步步高升，邁向成功。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